爱水是人的天性，如何将家己变水，更是每一个人拢想要学习的。景星星技公司特别规划2022金牛立春冻龄美容以及头皮 SPA 新技术课程，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教导妇女，也就是想要学第二专长的朋友，学习到简单的科技美容技术。我们金星生技开的这个冻龄的课程是针对比较现在市场需求，因为这种新的技术呢，我们在大学端其实在很早就开过了哈。那我们今年高职端就华德公家，还有我们劳动部的产业尖兵，我们今年都有把这个课程都推上去。那其实，在我们教育部认定这个比较新的高科技课程，而且在我们业界里面也是最夯的，也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课程，第一个我们早就带给学生，希望说能够在职场能够提前来教这门的课程，让他们在职场上有一个竞争力哈。那学校已经办了这么多年，那教育部也认可我们这个技术，劳动部也认我们这个技术，说我们在失业职训的部分，让学生在就训之后呢，他们在职场上真的有它的用处哈，也让他们在业绩上都有一些成长哈。那我们这次办了这个技术的课程，我们希望说，头皮的课程还有护理的一个皮肤呢冻龄的课程呢，把它技术能够再推广出去哈。那因为我们希望说这次的推广，我们可以推广到一些弱势的妇女或中高龄，他们想要在这个职场上能够进一步从传统跟别于传统的一种科技美容。美容课程除了会当学习到熟女抗老保养、科技冻龄、头皮 SPA 等。活动更邀请到台南大学经营管理系副教授肖永章，甲美容从业人员分享如何将技术甲市场结合，扩大行销的版图。今天主要是搭配那个静心科技他们的产品发表，然后最主要我来帮忙协助学员呢，有关于讲授。创新产品怎么做行销？那会搭配，比方说，产品的功能，然后顾客的痛点，以及结合这两个，怎么把这个产品推到目标顾客的身上。景星设计公司表示，妇女朋友若是想要学习美容新技术，拢欢迎会当向公司报名。第一提出的课程也将伫咧春天正式开课，而且公司嘛有提供弱势妇女免费辅导，欢迎大家爱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